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14日利用 G20 见面，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会讨论到台湾议题。美国参议院内华达是民主党占赢面，亚利桑那是共和党领先，上尾关键是12月选第2轮的乔治亚州。伊斯兰激进组织塔利班掌权，阿富汗的女性权利大受影响。迄阵官方竟然是禁止女性出入公园甲体育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印尼后礼拜就要举办 G20 峰会，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拢会参加。迄阵美国的白宫是宣布讲，11月14，拜登甲习近平就会见面，而且白宫嘛表示讲，这两位领导人会讨论到台湾的议题。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今日是强调讲，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台湾的承诺袂改变，爱台湾放心。美方嘛答应讲，会议结束了后会甲通报的内容，会议的内容通报给台湾知。也若是中国迄边是要求美国莫阁会后，莫阁用家己的方式来解说一中原则。这届会议真罕见，是伫咧见面之前就公开讨论讲是要讨论台湾议题。对咱台湾来讲是危机，也是转机，也阁真歹讲。印尼马里岛下礼拜就要来举行 G20 国的集团峰会。伫这个时阵，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毋是会来举行道边会面，正受到关心。白宫伫七日宣布，两个人上任了后，头一遍会面会伫咧10时来上场。白宫嘛表示讲，会甲台湾简报因两个人会面的内容，通互台湾对美国的支持感觉较放心。I'm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feel very secure and comfort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our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ich does commit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ing we're providing the articles for Taiwan's defense. 这两个领导头人会针对维护甲深化美中的沟通管道，负责任来管理竞争，也佫有双边的利益做伙来拍拼，包含台湾的议题在内，来做敲切，也佫有讨论。中国外交部伫咧七日强调讲，望拜登政府唔通佫硬拗一中的原则来干涉中国的内政。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实，因两个人伫过去担任副手的时阵就捌会面。不止个美中的关系专家讲，美中关系甲即马完全无同，目前的风险也是真悬。This in-person opportunity is a really important one to begin laying those kinds of guardrails to ensure that we have crisi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to make sure that thi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doesn't turn into catastrophe. 拜登伫白宫坐位了后，因两个人已经5摆通话。拜登嘛强调讲，美国袂伫咧对台的原则顶悬做根本的让步，美中双方会伫咧会谈顶悬来表示家己的红线底线，嘛会来判断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发生冲突，还佫要安怎来化解无共的对立。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因应中国的威胁，美国甲日本联合军演10天，来检23军演，计共是派出36000人参加。演练日本西南群岛的离岛作战，这也是头一届伫咧离台湾上近的与那国岛举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是表示，美国会继续军事支持台湾。经过中国爱对罗西亚佮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学到教训，任何行动拢爱定睛判断。中共军事扩张威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日本甲美国展开10天离间23联合军演，美日总共派出36000人参加。要提升日本西南群岛的离岛作战能力，这摆演习第一摆伫甲台湾相近的与那国岛举行。日本防卫省表示，无针对特定国家，不过有缘引起外界联想，影响台海紧张情势。学者分析，美日释出明确信号，若中共是要用武力改变现状，美日会介入。台海的稳定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想就是给北京一个很明确的讯号，也就是不要用武力去改变台海的现状，也等于是间接的给台湾就是安全承诺上的一个实际行动的确认。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秘密进行承诺，美方继续提军事上支持台湾，也是经中共为俄乌战争的架势，转向单边甲真正战争是两件代志，唔通误判。中央号称小航母的空7-5型勇车攻击舰第3只安徽舰正式服役，实战化训练画面出来，展示防空的作战火力。不过国军爱更加改变是伊的登陆作战能力。安徽舰用在直升机、勇车登陆艇、勇车战车等，减少巡逻时间，快速登岛。未来可能部署伫东部战区。专家指出，对台湾、日本是一大隐忧。长度时间缩短的话，其实守军就是台湾部队呢，其实可能会有应变不及的地方。配属在东部战区或东海舰队那当然一定是对中国来讲，这个叫涉台战役也可以用在比如说像钓鱼台这种岛屿的争夺。为反制强攻威胁，中空军演习红准火箭弹、东沙岛、太平岛拢有设置。中空军系制中心副主任陈凯琳是幕后功臣。直到今年中山开幕，国军也开始用备5千粒红准火箭弹，提升国土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法务大臣讲，家己的工课只是同意执行死刑，佮讲因为统一到新闻才有媒体甲采访，伊直强调讲，伊毋是啥物轻慢职务，讲毋对话风波可能会愈烧愈热，可能去互换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今年11月开始增加小偷团发展，这防备用也是对西方飞到南韩，南韩的空气污染变严重。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医疗系统有要崩盘的趋势，每天是有超过2万人等无病床，性命甲健康保障拢受到严重影响。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军的陆军上将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是表示讲，建议乌克兰把握目前的优势，当作甲东西亚单边条件。不过，总统拜登的特种顾问却是认为讲，乌克兰应该继续反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其中选举倒是党会当将众议院稽查一色，乔治亚州12月第2轮投票将做关键。美国的土地看选民多，无亲像咱台湾的选举开票是一天就开会煞。目前参议院的选举也有2个关键州也未开煞，分别是内华达州甲亚利桑那州。目前内华达州是执政党民主党较占赢面，亚利桑那州是共和党领先。对边目前的席次来看，是爱超过50席才会当成做上大党。共和党49席差1席到一半，民主党48席也阁差2席。若是甲咱头拄则讲到的内华达甲亚利桑那，照目前的势面加入去，就是50比49。这个普色的乔治亚州就是上大的关键，因为乔治亚2个候选人得票率拢无到50成，所以12月初6爱阁选第2轮。第1轮的结果当中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赢1.3%，若是第2轮民主党会当收掉咧，两党就是50比50席，无人争做上大党。不过若是共和党并盘，参议院就要大变天啊！输赢只差1席，上尾的结果上紧爱等到12月初6月才会知影。We've done this before. We know how to win a runoff. 乔治亚州争取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华诺克全力向支持者来催票。2020年大选时，华诺克也拄到决选，当时的胜选和民主党稳掉参议院多数补助。相反的情形今年搁再出现一摆。华诺克以1.3%小可来领先共和党前美式卡球球星华克，赢过由第3位候选人提走2.1%的票数，所剩2个人拢无到超过半数。乔治亚州务卿西告宣布，要在12月初6进行第2轮的决选，预计要再出现无到超过1半的结果。参议院由什么人来做主，恐惊就看乔治亚州这一战路。美联社在伊的计票数字显示，这阵参议院选情看袂出是倒一边有赢面。共和党摕下49席，离50席多数敢若差1票而已。众议院方面，共和党摕下211席，搁再加7席就使达到多数218席。这阵除了乔治亚州等待决选，阿里桑那州甲内华达州也继续伫计票。You have to fight and win to make them fair and free.
在川普即期2020年总统大选造假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候选人莱克批评计票推延牵涉选举不公平。选务中心讲，亚利桑那州多数选民选择邮寄投票，而且直到投票迄天拢会使来寄选票，自然会拖长这个计票时间。全总计要40万选票等待来计算，预计上计嘛等到下礼拜才获得知影结果。来华达州预计要等到17计票完成。而对着川普批评计票上班也提出反击。Obviously, he's misinformed 2 years later about the law and our election processes. 在众议院变天参议院选前和立庭的时阵，总统拜登甲副总统贺锦丽切实伫华府来写票，强调选举结果代表选民守护民主的决心。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佛州也未对顶回飴风伊恩的灾情当中复原，迄阵阁是有一个飴风年课登陆，目前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3万户停电。热带大风凯尼克侵袭佛州，南带托纳海波强风大景，尼克70以一级大风凯威力登陆，超出1点钟就降做一大风暴，不过已经将真济厝吹入去大西洋。It's starting to go down now, but that's my backyard. My neighbor lost his place. It's just part of living in Florida, you know. 气象预报尼克会伫美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落大雨，伫那领山脉落雨量上悬150毫米。佛州67郡至少45郡是伫紧急状态，不止真济社区饮水停电，也有人因为电火条倒去地死。Winds have been the main concern with the cold, but we've also seen heavy rains that have resulted in 3 to 5 foot of storm surge in some areas. You do have downed trees, you have power lines, you have some road washouts. We're ready and we have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whatever post-storm needs. 在现在起，乔治亚州、南卡甲北卡罗来纳州甲大西洋中部可能会有山风爆发；南卡甲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甲维吉尼亚州东部可能出现大雷雨甲烈风。再起落雨范围拓甲华盛顿特区甲费城，中昼左右影响到纽约，下晡影响到新英格兰。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去年美国对阿富汗撤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新学士，也就是咱较接听到的，包括同美国911恐怖攻击的塔利班掌权。2001年之前，塔利班就捌用激进的伊斯兰教义打压女性的权利。塔利班这回重新掌权的时阵，都开始是讲甲真好听，讲会保障女性上班上课自由生活的权利。不过事实上却不是安尼。除了有女性向白石透露，去年12月，塔利班是宣布讲，若是女性要去较远的所在，一定要有查甫的亲人陪咧去。今年3月，塔利班嘛是无照片照行，把女子的学校关起来，禁止女性读册。今年5月，女性是已经连穿插的权利都无，出外爱规身躯掩甲目睭只剩目睭。迄当阵有侪勇敢的百姓徛出来争取家己的权利。不过，因受到回应，却干那是警方的镇压、苦毒甲侮辱。即阵上新的禁令，竟然是禁止女性出入公园甲体育馆，对袂当走远途的，到即般一般厝附近的公园拢袂使去。塔利班的官方竟然是表示讲，会安尼做是因为有一寡民众无遵守性别隔离甲服装规定。游乐园内底拢无人，只有提步穿的塔利班战士四界巡逻。自去年8月塔利班政权掌控阿富汗以来，都严格执行性别隔离政策，即马佫进一步禁止女性进入游乐园。په درې ورځې مخکې امر بالمعروف راغله وایي زموږ مشرانو دا امر کړی دی چې زنانه دې په پارکونو باندې بندې شي او نارینه ته د اجازه وي. از یک مادر که اولاد خود میاره باید از اجازه بتن که طفلای خود که باشه. برای از اینکه اولادا چی را دیدن خیلی شار جنگ زده است. باید از ساعتشان تیر شه و برن یک ساعت بشینن. دیگه آمدم زیاد عذر کردم گفت اجازه نیست پس نواسی خود خانه میبرم. 可能人普孙啊表达不满，怨叹新的禁令已经不断亲自5日的时间。进前塔利班政府已经下令，女性出门爱包头巾、穿大袍，各有男性亲友陪伴去公园，爱伫个规定日子去。上新的规定，佫直接禁止女性进入公园甲运动场馆。台湾款山厅务部指讲，安尼做是因为有寡人无顾性别隔离甲服装的规定。 هم یک بشر است که انسان است ما هستیم و هم حق داره به شرایط لوچ نه پود اما چیزی که رواج افغان است
arrests of women and girls leave their home without a male chaperone. I reiterate my call for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all Afghans, especially women and girls. 这项禁令目前好亲像只限在首都喀布尔，不过按照塔利班过去颁布限缩入权的禁令来看，最后也是骗局全国。西方国家批评塔利班就限缩入性权利来巩固政权，联合国是呼吁国际社会到底爱阿富汗，用具体方案帮助阿富汗人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伊朗9月中，一个库德族的查某囡仔艾米尼，因为头巾戴无好势，就警方掠走以后死亡，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0个人死亡，14000人去互掠走。即阵，伊朗野后塔兰尼阿里斯多蒂伫家己的 Instagram 看家己无戴头巾的相片，公开加入声援的行列。阿里斯多蒂的相片当中，毋但是无戴头巾，手另阁摕用库德族语写的女性生命甲自由的翘尾。今年38岁阿里斯多蒂是伊朗真出名的女演员。2017年主演的电影摕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伊表示讲，家己会暂停演艺事业，坚持留伫咧伊朗，甲迄寡去互监禁佮有杀害的人协做伙来为因发声。今日是11月11日，双11买物件拍一个活动是对中国开始流行的。中国阿里巴巴买赎回活动是对2礼拜进前就开始啊。不过有专家预估，因为疫情封城，收货送货有困难，佮有经济衰退的原因，今年双11的生意可能无因过遐好。预估到一年一度的双11买物件大家，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平台今年有超过29万个品牌来参加，为消费者带来超过1700万件商品。为了催出业绩，头一波销售前早在这礼拜一暗时8点就提前来开始，而且头1点钟就传出天鸟顶面100块2个品牌营业额已经超过1亿个人民币，比去年的销售额较悬。这和物流公司真无闲，阿里巴巴旗下的配送业者就临时加请10万个临时工。增长量大概是3倍左右，以前大概就是1500片左右吧，现在最高峰，如果双11的最高峰峰值预测的峰值大概是在5000票。虽然有不少民众把双11的拍折优惠来买物件，不过消费者坦白讲，随着继续防控清零的冲击，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因开钱时阵也变得较理性。会有种感觉，就觉得今年好像就是花钱的同时，也会有种担心的感觉。但是因为想着说买的都是一些自己常用会用的，并且能用蛮久的东西。将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有3城市消费者表示，今年双11会比去年开较少，只有24%的人会来提悬指出。分析是评估，今年销售成长的情况可能甲去年是差不多，维持大约在个位数。去年阿里巴巴双11的销售额比前一年成长8.5%，创下双11推出14年来上佳的增幅，比2020年25%的高成长更加是明显来衰退。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过10天，2022年世界杯卡球赛就要伫咧卡达比赛啊！这球迷已经提早到卡达观光旅游，当地饭店是真抢市。即阵卡达官方是租3只豪华邮轮，把握做生意的机会，要请更较侪游客。另外，哈马德国际机场内底竟然是架起一个室内热带生物公园，咱做伙来参观。超大型的豪华邮轮豆豆进入渡河港口，为空中看落去，会当看到游泳池甲储水道的设施。2022的世界卡球杯就要开始，今年主办国家卡达因为国内大棒已经无啥出，开大钱租3只豪华邮轮。头一只有22站的甲板，超过2600间的客房，会当提供6700名卡球迷去带。So many activities at the ship, like a swimming pool, restaurants, shops, cinema, entertainment, and many options. It will be available for fans who choose the cruise ships as their accommodation during the tournament. 卡达世界卡球杯主办单位表示，用邮轮增加大房的好处是免阁去另外建筑，而第2只邮轮会伫当地设施到港口停船。另外，卡达的哈马德国际机场嘛开大钱扩建一个室内的热带生物公园，和机场上悬的乘客量会当为40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应对比赛产生的游客人潮。
不过，伫个比赛开幕之前，人权团体搁一摆批评，伫个去比赛场馆的期间，真侪外籍劳工的工作环境真歹，甲互人歧视的问题。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actually sort of almost like two pairs of eyes that they feel that are on them. And one pair of eyes are the Qatari authorities, where they fear some kind of punitive action or implications. And the other pair of eyes are their own employer. 这份调查报告有75页，伫过去2档深度访问60名伫8个比赛场地建设的工人，内容包括长时间工课、偷假拖工钱、甲暴力事件，啊，搁有甲上危险的工作拢交予非洲甲南亚工人来做。这工人嘛唔敢反抗，因为烦恼会失去头路，也是互赶出卡达。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发生天灾意外的时阵，多数的搜救队是派狗仔去盗找受困的人。不过，比利时研究团队是伫非洲的大型鸟鼠来做研究，因的体型是比狗仔较细只，动作嘛是真猛烈。研究团队即阵就按算讲要训练这寡大型鸟鼠做搜救的工课，咱做回来看。阿妈郡甲林仔派科技包的鸟鼠灾难现场假找遐找，总算发现密伫壁角的生还者。这个时阵，身上的装置发出声音。鸟鼠啊，随登去基地接受，是不可想。实验内这种体型较大的鸟鼠，并不是人画拍、甲本色疾病做伙的一般鸟鼠啊，而是当咧坦桑尼亚接受训练的非洲大鸟鼠。Because the rats are just as trainable as dogs. They've got a great sense of smell, and their small size and natural agility should hopefully make them really good in this scenario where they could squeeze in small spaces and get closer to any victims. 来自比利时的研究团队表示，非洲大鸟鼠体重大约伫1公斤到1公斤半左右，因的体型相对较细只，比一般的搜救犬搁较会当伫灾难现场挖紧受困者。只要经过9个月到1年的训练，毋但会当协助清雷，也搁会当加入地动了后的救灾行列。因的寿命比一般的鸟鼠较长，利用价值悬。The main reason for choosing this species is that they're relatively long-lived. So your average rat that you might see in the U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ypically lives about 2 to 3 years, whereas our rats can live up to 8 to 10 years in captivity. 为了互训练更较实在，研究人员当一步一步建构更较像真的灾难现场。因发现，就算空间变大，如苍苍的地形更较复杂，也是加入极具乌骨的杂音，大鸟鼠亲像犹原会当达成任务。伫这个同时，因也升级科技包的配备，除了有录音机，也有双向声音沟通甲电话功能。刷落这项训练，将刷到地动的土耳其。那顺利有训练的鸟鼠，也会当加做地动灾变的救人英雄。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